放人质，束手就擒，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给我听好了，底下的条子们，我只给你们30分钟，准备1架直升机，再凑1个亿现金，少1分慢1秒，我就把这座大楼夷为平地，让所有人质陪葬。老鹰，给我把他们的嘴堵上。收到。我可是百发百中，看谁还敢冒头多嘴。等我演完这出英雄救美的好戏，救出林子涵，她还不得乖乖嫁给我？整个林家都是我的。副少，请您冷静，里面都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还有重型武器。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能放您进去。我必须把林子涵救出来！你们不让我进去，就赶紧想办法。我警告你们，要是林子涵有任何差池，我让整个江城为他陪葬！放心，副少，我们已经在紧急组织救援队伍，很快就能救出林小姐。您再稍等片刻。你他妈快停下！要撞到老子了，不想活了！闪开，快闪开！我赶时间送外卖，超时要被惩罚的。我提心吊胆了半辈子，今天总算能好好享受享受了。老鹰，楼顶的警戒就交给你了。你们2个把这个小美人绑到楼下的办公室去，条子们准备直升机还得一会儿，这点时间足够我和这个小美人大战7、8回合了。我操，啥玩意儿？这臭送外卖的，不知道老子百发百中吗？敢往这儿闯！我靠，这小子是疯了吗？不会要坏我的好事吧？我操，那个外卖小哥是疯了吧？敢往歹徒窝里面冲！小伙子，里面太危险了，快回来！还好外卖没洒，我就送个外卖而已，你至于用狙击枪打我吗？有没有天理啊？这个送外卖的竟然躲过了我的子弹，算你运气好。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订单还有5分钟即将超时，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否则开启严厉惩罚。快超时了，怎么办？怎么办？对方还有狙击手，这根本进不去啊！订单完不成，我这就一辈子不举了。死歹徒，你倒是让我完成订单啊！距离订单完成还剩4分钟，惩罚准备中，惩罚准备中。为了兄弟拼了！今天就算是闯龙潭洞穴，我也要把外卖送进去。哗众取宠的东西，你一个臭送外卖的，就算冲进去又能怎么样？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早晚会被打成筛子。操！又躲过去了！我要让你死！草！最后一枪，我看你还怎么躲！给我死！操！见鬼了！这个送外卖的到底还是不是人类？现在是什么情况？人质安全如何？歹徒动向呢？陈局长，你们这群人都是干什么吃的？竟然让一个臭送外卖的冲破了警戒线！我警告你，林子涵必须是老子救出来的，绝对不能让那小子抢了我的功！别废话，立刻组织突击队，准备攻楼，务必保城镇人质安全。是。林子涵，等着吧，只要我把你从匪徒手里救出来，你必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到时候还不是任由老子摆布？报告陈局，突经团伙已经控制了整栋大厦，并且切断了所有电梯的供电，我们无法乘坐电梯攻楼，只能从楼梯间徒步攻入。通知各突击小组做好防护，从楼梯间逐层推进，谨慎行动，务必快速控制局面，救出人质。我去，
这楼也太高了吧！还有3分钟就超时了，看来我得拼尽全力了。看好门，别让任何人进来。等老子先爽完，剩下的就让你们也轮着爽。小美人儿，我来了，别害怕，老子会对你温柔点的。真香！今天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老子非要办了你不可。他妈的，死到临头了还敢瞪老子！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厉害，把你收拾的服服帖帖的。谁他妈是可爱的大白兔？我操！你怎么进来的？妈妈呀！我好像看到了奥特曼！妈的智障，瞎嚷嚷什么？你到底是人是鬼？老鹰，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不是让你守住楼下吗？怎么让这小子冲上来了？老大，对不住，我以为那小子被我百发中的枪法吓得不敢进来，谁知道他跟疯了一样，怎么就冲上来了？就是你点的龙江猪脚饭，你就是可爱的大白兔。确实是可爱的大白兔。不对，正事要紧，你赶紧点一下送达，外卖快超时了，就剩1分钟了。喂，你们2个有没有拿我当人啊？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他妈是绑匪，是 S 级通缉犯。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就是你害得我差点送不了外卖，害得我差点失去我的兄弟，今天非得教训你不可。妈的，我堂堂悍匪，杀人不眨眼，还能被你一个送外卖的欺负了？给我死！这可是 S 级通缉犯团伙啊！就这样被一个外卖员给干掉了，太不可思议了。他一个普通的外卖员怎么会这么厉害？他到底是谁？别愣着了，赶紧点送达啊！就剩最后几10秒了。哦，对了，送完记得给个5星好评，不然影响我业绩。哦，好的，我马上点。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外卖铺送，奖励宿主现金10万元，已转入绑定银行卡。同时激活隐藏任务，深藏功与名。任务要求宿主需悄无声息退场，并给面前的女客户留下深刻印象。完成任务即可获得翻倍奖励，共计20万元。翻倍奖励，那我就能拿到20万了，太好了！这下不仅保住了我的小老弟，还能赚一笔巨款，血赚不亏。都10分钟过去了，那个闯进去的外卖员肯定已经被劫匪打成筛子了。通知突击队加快速度攻楼。太好了！现在趁着那个 SC 外卖员吸引歹徒的注意力，没人跟我抢攻，我正好趁机冲进去救林子涵。江城唯一一朵高岭之花，今天就要被我摘下了。林子涵，你等着我！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给我老实点，别乱动。哟呵，还挺 Q 弹，我手都被弹开了。可恶，这个家伙竟然敢打我的屁股，太过分了！这就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卖员的尸体吧？哼，自不量力，这就是他抢我风头的下场。居然是秃鹫的尸体！我操，这是 S 级通缉犯秃鹰，他怎么死了？谁这么厉害，竟然能杀死秃鹰？太牛了吧！怎么可能？这不是那个外卖员的尸体吗？
怎么会是秃鹰？涵涵，你没事吧？可把我担心坏了。还好我及时安排，带着警察控制了局面，把你救了出来。林小姐，您没事真是太好了。我们正准备全力攻楼，没想到歹徒已经被解决了。可恶的家伙，拍了我的屁股就跑，连名字都不留。以后别让我遇到你，否则我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林小姐，请问到底是谁救了您？能打败秃鹰团伙，绝非普通人啊！我不知道，他救了我之后就走了。可恶的家伙，拍了我就跑，还得让本小姐替你打掩护，太过分了。陈局，还能有谁？当然是我啊！要不是我一直施压，你们也不会这么积极。涵涵能平安无事，全是我的功劳。是，都多亏了傅少，要不是您施压，我们也不敢这么快行动，林小姐才能平安获救。这神秘人也太低调了，仅凭一己之力打败秃鹰团伙，哪怕开口要10亿100亿，林董都愿意给。他竟然说走就走，这小子绝对不简单，必须尽快查清他的身份。涵涵，你受惊了，我现在就送你回家，好好休息一下。不需要。到底是谁救了林小姐啊？太神秘了吧！能打败秃鹰那种狠角色，身手肯定比特种兵还厉害，说不定是隐世高人。陈局长，立刻排查现场所有监控，务必找出那个神秘人。无论他是谁，我们都要把他吸纳进来。只要他愿意来，待遇随便开，把他当爷供着都行。是。小姨，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涵涵，没事了，没事了。小姨听说你被绑架，都快急疯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小姨，你别担心，有个神秘人救了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涵涵，我们进屋吧。呀，小姨，你沙发上怎么有男人的内裤啊？这是我一个租客的，那小子长得特别帅，就是有点倔，我还没拿下他呢。你也知道，小姨这个年纪难免有那方面的需求，你别多想。小姨，我懂。你不用解释，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平安。公司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我就先走了。好，涵涵，你路上注意安全。好，有什么事儿随时给小姨打电话。叮！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深藏功与名，奖励已发放，现金20万元。额外奖励技能：金刚不坏的肾，该技能可终生生效，无需消耗能量。金刚不坏的肾，这可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神仙技能啊！系统，你简直就是我的义父，太够意思了！终于有钱了，再也不用怕张姐催房租，再也不用怕她把我内裤挂咸鱼卖了。走，赶紧去交房租，免得夜长梦多。张姐，开门，我交房租来了。哟，这不是苏晨弟弟吗？怎么有钱交房租了？还是说想通了，愿意从了姐姐我？姐，我真的想通了。进来吧，弟弟。啊，弟弟，你这么猴急啊？抱歉，张姐，我可不是故意占你便宜的，我刚才没站稳。可是，弟弟，只有你才能救姐姐了。姐姐长这么大，也只对你这一个男人动过心。张姐，您就别开玩笑了，我就是来交房租的。怎么，弟弟是看不上姐姐，觉得姐姐配不上你？
张姐，这是房租，我还清了，多出来的钱就当是我欠你的房租利息。行，房租姐姐就先收下了。弟弟要是晚上实在寂寞，睡不着觉，记得给姐姐打电话，姐姐陪你。张姐，我还有事儿，先出门了。我本是阴脉之人，天生无情无欲，唯有纯阳之体才能救我的命，也唯有纯阳之体才能让我动心。大弟弟，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这张姐真是个磨人的妖精，动不动就想吸我阳气，还好我意志坚定，没被她迷惑。丁，系统任务已更新，紧急任务夺妻危机，宿主未婚妻林子涵正被家族逼迫与富家公子傅少坤联姻，任务要求半小时内让林子涵答应与你的婚约，任务奖励现金1亿元，任务失败惩罚卸载宿主 QQ， 剥夺宿主金刚不坏的圣技能，严重时将让宿主变成0。停！狗系统，敢抢我苏晨的老婆，就算你不说，小爷也要去救他。傅少坤是吧？惹到我苏晨，他算是活到头了。给我老实点，别乱动。哟呵，还挺 Q 弹，我手都被弹开了。林总，您又走神了，是不是还在想被绑架的事情？我让你查的那个人，资料查到了吗？就是那个送外卖的。查到了，林总，那个外卖员名叫苏晨，前段时间刚来到江城，目前租住在吉祥村，暂时没有其他详细资料。苏晨刚来江城就敢猥亵我，拍我屁股，等我找到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林总，夫人刚才来电话了，催您赶紧去金茂大酒店参加家族晚宴。知道了，走吧。苏晨，我一定要找到你，把你狠狠羞辱，狠狠蹂躏，好好给我的屁股报仇。傅少，您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前几天子涵被那通缉犯绑走，要是没您挺身而出，我们家子涵可就真没了。可不是嘛，傅少您就是子涵的救命恩人，等会儿子涵一到，我们就逼着她嫁给您，好好报答您的恩情。林子涵，你全家都被我哄得团团转，等把你娶到手，看我怎么拿捏你，让你服服帖帖。子涵，你可算来了，可把我们等急了。涵涵，快认识一下，这位是京城傅家独子傅少坤，你们还是大学同学呢。他今天特意来就是给你提亲的。涵涵，我的女神，我的宝，好久不见，你又变美了。怎么又是你？妈的臭婊子，给脸不要脸！等我把你搞到手，非好好收拾你不可。子涵，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傅少主动跟你握手，那是给你面子，你知道吗？傅家随便一个分公司都比我们林家强10倍不止。就是啊，子涵，傅少是人中龙凤，能看上你，那是咱们林家老祖宗在地下磕破头求来的福气。你可别不识抬举，耽误了全家的前程。子涵，把你的脾气收一收。傅少家世显赫，又救了你一命，他能看上你是咱们林家的福分，由不得你任性。公司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哎呦，子涵，你可不能走啊！傅少特意赶来提亲，这么多长辈都在，你这一走，咱们林家的脸就丢尽了。听话，
只要你答应傅少，咱们林家就能更上一层楼，你以后在公司也能站稳脚跟。涵涵，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可我是真心喜欢你的。这么多年，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的心日月可见。你家人都支持我们，你放心，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把你宠成公主。傅少坤，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们不熟，请你以后离我远点，别来烦我。站住！林子涵，我让你走了吗？狗系统，不是说任务地点在金浩大酒店吗？这包间多到数不清，林子涵这小妞到底藏在哪儿？再找不到，我的1个亿和金刚不坏的肾就没了。不行不行，这种高档酒店肯定不会随便透露客人隐私，硬问肯定没用，得想个招蒙混过去。有了！你好，麻烦问一下，林子涵小姐在哪个包间？我家少爷今晚要跟她订婚，特意让我来送婚书。哇，原来傅少今晚就要跟林小姐订婚啊！我还以为能有机会抱傅少的大腿呢，这下彻底没指望了。谁说的？人家订婚了你就没机会了，说不定还有别的门路呢。林小姐在天字号包厢，你直接过去就行。子涵，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一步，那就等着看林家万劫不复吧。子涵啊，你可千万别冲动，傅少我们真的得罪不起呀！子涵，你清醒点儿，要是因为你一个人害得我们整个林家都毁了，你就是我们林家的千古罪人。傅少，实在对不住，都怪我平时疏于管教。林子涵，我命令你赶紧过来给傅少道歉。我林子涵这辈子只会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这种牺牲我幸福的联姻，我绝不同意。林子涵，你怎么这么自私？为了你所谓的喜欢，就要牺牲我们整个家族的利益吗？你太不像话了！林子涵，我们林家辛辛苦苦把你培养长大，不是让你这么任性妄为的。赶紧给傅少道歉，说不定傅少看你态度诚恳，还愿意娶你。子涵，你别闹了，人家傅少从大学就喜欢你，对你是真心的。你要好好珍惜这份心意，可不能伤了傅少的心啊！要嫁你自己嫁，我不嫁。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就算我愿意嫁，你爸也不同意啊！总不能我和你爸一起嫁过去吧？够了，林子涵，别给脸不要脸，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这事儿由不得你做主。是哪个屌毛敢抢我苏晨的未婚妻？是你？原来你就是林子涵啊！我那可爱的大白兔未婚妻，赶紧答应跟我完成婚约，系统任务快超时了。这个混蛋，上次打我屁股的就是他，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我什么时候成你未婚妻了？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你谁呀？敢在这里捣乱？知道我是谁吗？你自己看清楚，红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林子涵就是我苏晨的未婚妻，有假包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有这门婚事？这有什么好疑惑的？我师父当年下山救了你们林家老太爷的命，你老太爷为了报恩，就跟我师父定了这娃娃亲，把你许配给我了。你们自己看。也就是说，你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是我的未婚夫。如假包换，怎么样？
有我这么厉害又能打的未婚夫，是不是特别自豪、特别骄傲？不是吧？你该不会要悔婚吧？我可是救了你一命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还说，要不是你，我的屁股也不会肿了2天。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行，算我错了，行不行？我不说了，好歹我救了你，你就当帮我个忙，就答应这婚约。就剩5分钟了，我真的很急。你少在这里混淆视听，救子涵的明明是傅少，怎么可能是你这个穿外卖服的小子？哼，当然是我。前几天子涵被 S 级通缉犯突江劫持，是我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现在涵涵理当以身相许，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原来就是你这个杂碎，逼我未婚妻联姻啊！就你这长得跟马桶塞似的模样，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想娶我家大白兔，净想美事儿！小子，你敢推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京城傅家的少爷！行了，别在我面前装大佬，长得恶心人也就算了，一张嘴还一股子屎味儿，赶紧闭嘴，别污染空气。放肆！你怎么敢这么跟傅少说话？我们已经问过治安员了，救子涵的就是傅少，你还敢在这里抢功劳？你是不是想攀附我们林家，想疯了？就是，我看你就是个骗子，为了强娶子涵，故意编出娃娃亲的谎话，还敢抢傅少的功劳，真是不知廉耻！你们有没有搞错？挺身而出的是我，差点挨枪子的也是我，怎么被你小子把功劳抢去了？就你这瘦皮肉肉的外卖员模样，还敢说自己救了子涵？怂逼一个，也敢说这种大话，真是笑死人了！小白兔，你说句公道话，告诉他们。那天到底是谁救了你？是谁在包厢里保护你？确实是他救了我。你看我就说吧，子涵，你可别糊涂啊！我看他就是想抢傅少的功劳，你是不是为了拒绝傅少的求婚，故意在这里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那天在包厢里。行了，子涵，别说了。不管是谁救了你，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我的女儿将来必须嫁给门当户对的高门大户，绝不能委屈自己。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想反悔？想退婚？放肆！你一个送外卖的穷小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家子涵？也敢提婚约？就是，看看你这穷酸样，浑身上下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也配娶我们家子涵？简直是痴心妄想！我看你就是活不起了，想趁机敲诈我们林家。拿着这200块，赶紧滚蛋，别在这里碍眼！你们这是铁了心要毁约？难道你们没看过短剧吗？敢毁约的女方家，没有一个好下场。够了，小兄弟，虽说我们2家当年有过婚约，但老太爷早已过世，这婚约自然也就不算数了。救命之恩你们都敢忘？老登啊，你看看你们林家养的都是些趋炎附势、忘恩负义的玩意儿。小兄弟，人要认清现实，你和子涵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啊，你说的没错，我要认清现实。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3言2语就被吓唬住了。什么东西也配肖想我女儿？听到没，可爱的大白兔，你也赶紧认清现实，赶紧答应我，咱俩的婚约关他们屁事儿。我时间真的不够了，只剩下1分钟了。林子涵，你要是敢答应这个屌毛，我就让你们林家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你这个穷鬼，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送你的外卖去。你和子涵压根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可听好了，京城傅家那可是掌控着龙国不少行业命脉的大家族，傅少一句话就能掌控一个行业的股价涨跌，可不是你这个送外卖的穷小子能比的。我能给子涵100万彩礼，能让他住豪宅、开名车，过上衣食无忧的上等人生活。你这个穷鬼又能给他什么？只要子涵一句话，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至于彩礼，我随便意思意思，就给1个亿吧，够不够？1个亿，乡巴佬，你怕是连游戏币都没1个亿吧？还敢在这里吹牛皮，真是笑死人了。苏晨，你一个外卖员，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傅家势力太大，我不想连累你。那你赶紧答应我呀！真的没时间了，最后30秒了。只要你答应，我立马就能有1个亿，到时候咱俩平分，咋样？对比傅少坤的虚伪嚣张，苏晨虽然痞气，人品却要好太多。与其嫁给傅少坤，不如答应他。你难道不怕我给你带来傅家的麻烦吗？你快别说这些了，还剩15秒了，姐姐，求你了，赶紧答应。好，从今往后，我林子涵就是你苏晨的未婚妻。
什么？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抢七危机，正在结算奖励。到账1亿元。什么？到账1亿元。天哪！啊！苏晨，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傻逼耍呢？就弄个破提示音、破音效，就想糊弄我们所有人？你也不看看自己那穷酸样，能有1个亿？我就说嘛，原来是假的，我还真以为这个送外卖的小子真有1个亿的本事呢，闹了半天就是装模作样。有些人啊，就是没实力还爱硬装，贪慕虚荣到骨子里。就你这副穷酸外卖员的模样，根本不配踏进我们林家的大门，更不配娶子涵。苏晨，看在林家老太爷的面子上，我可以不计较你今天的胡作非为，但今天是我们林家的家宴，不接待你这种外客，赶紧走。既然是家宴，要走也是傅少坤走。苏晨是我林子涵的未婚夫，他就有资格参加这场家宴，谁也没资格赶他走。你这个逆女，真是要气死我才甘心啊！子涵，你怎么能这么顶撞你爸？他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林家好。你再这么任性，是要把你爸气出病来才罢休吗？我没有任性。如果你们今天非要赶苏晨离开，那我也跟他一起走。从今往后，不再踏入林家一步。子涵，你看你又急了不是？有话好好说，别跟自己置气。伯父，我倒想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既能让子涵看清这小子的真面目，也能让他彻底死心，不再跟这穷小子纠缠。既然你这么喜欢装逼，这么能吹牛皮，那本少爷今天就成全你。苏晨，你敢不敢接受见资？咱们赌一把，如果你真的有1个亿，林子涵，我可以大度一点，拱手让给你。但你要是拿不出来1个亿，今晚你的女人就归我了。苏晨，别跟他打赌，不管你有没有1个亿，我林子涵这辈子都跟定你了，谁也别想改变。子涵，你怎么就这么傻呢？傅少家世显赫，有钱有势，从头到脚哪一点不比这个送外卖的穷小子强？你怎么就偏偏认准他了？你真是糊涂啊！放着傅少这样的金龟婿不选，非要跟一个穷酸外卖员瞎混，你迟早要后悔的。怎么样，苏晨，不敢赌了吧？要是不敢，就趁早认输，从这里滚出去，别在这里碍眼，耽误我和侧涵的好事。第一，我苏晨这辈子从来不会拿自己的女人来打赌，她是我的底线，谁也碰不得。第二，既然要娶我的韩宝，我自然要送上最体面的彩礼，绝不会委屈她。喂，我是苏晨，把我存在银行的1个亿全部换成现金，立刻马上送到金茂大酒店天字号包厢。我要给我的韩宝1个亿的彩礼，让所有人都看看我苏晨的女人绝不会受半点委屈。苏晨，你少在这里故技重施，同样的把戏，你还要玩多少次？真当我们所有人都是傻子，会一次次被你糊弄？苏晨，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戏耍我们林家，真当我们林家好欺负没脾气是吗？现在立刻离开，我可以当今天的事从未发生。若你再不知好歹，我也略懂一些拳脚功夫。苏少，统统打开，亮瞎他们的狗眼！我的天，这么多钱，我做梦都不敢想。还有江城银行王经理，他竟然亲自来给苏晨送钱，我的神呀！现在送外卖的都这么赚钱，我这公司不开了，现在就去送外卖。苏少，您的1亿彩礼已平安送到，祝苏少和林小姐新婚快乐，百年好合。不错，你们有心了，下去吧。为苏少服务是我们的荣幸。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打击反派嚣张气焰，震惊林建国，获得隐藏奖励股神能力。宿主可预知未来股市变化，轻松盈利，避免被割韭菜。股神，这下我要大发特发了。掉毛，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可能，他一个臭送外卖的，怎么会有1亿现金？这穷逼也配有这么多钱？我一定要想办法抢过来！别特么叫我屌毛，叫我靓仔，1个亿而已。在座的谁卡里没个小目标？想要娶子涵，得有真本事，得会赚钱。苏晨，你敢跟我比炒股吗？比炒股？
你爷爷我现在可是股神。切，又开始吹牛皮 ，A 股和美股都分不清，我看你是股毛还差不多。我的确分不清，但小爷我说谁涨谁就涨。人家傅少胎将学盘涨，3岁拿10盘，7岁就能横盘洗庄稼，18岁就号称华夏巴菲特。你一个送外卖的，拿什么跟傅少比？那他现在不还是个屌毛？苏晨，我劝你别不自量力，不敢比就赶紧杀你当个赌，只有我才配得上子涵。比就比，我还怕你个屌毛不成？哥有的是钱。终于上钩了，我有内幕消息，定能坑他1个亿。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赌约敲定，谁输了就给对方1个亿。既然你这么着急给小爷送钱，那小爷就奉陪到底。傅少坤从小就开始炒股，你别跟他比，要不你干脆直接废了他，反正你那么能打。什么意思？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个只会打架的莽夫吗？难道不是吗？看来这傻陈真上钩了，我手里的内幕消息稳赢他1个亿。宿主拥有股神能力，指定任意一只股票，未来1小时可盈利1000万，未来1个月可盈利1个亿。这能力也太牛逼大发了！什么巴菲特，在我面前都是弟弟。好，那我们就来比炒股。各位晚上好，我是江城银行投资经理穆雨嫣，受邀前来见证这场金融比拼。穆小姐可是江城银行最年轻的投资天才，眼光毒辣得很。哪儿来的癞蛤蟆，也配盯着我的腿看？夏谋能，呸！苏晨，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听说穆雨嫣和傅家有合作，傅少卿请他来，摆明了是给你设局，想套走你的1亿。大白兔，咱俩还没同床共枕呢，就开始心疼我这1亿了？胡说什么？谁心疼你了？比就比，我等着看你把钱赔光。狗男人，就算你赔光了又怎样？大不了我养你，到时候定要好好压榨你，让你天天给我跑腿。我选天龙地产。据可靠内幕消息，天龙地产近期潜力最大，近半年股价一路飙升。傅少好眼光。到你了。怎么样，姓苏的，选好了吗？别是不敢选，想认怂了吧？就他吧。我就说这送外卖的什么都不懂，竟然选了龙树集团这种垃圾股。苏晨，你确定？龙叔集团现在正处于破产清算状态，这种破产股你也敢选，简直是自寻死路。子涵，看到了吧？就这种连股票好坏都分不清的穷鬼，能给你什么好生活？不如乖乖当我的女人，免得等会儿他输得跪下挨打，血溅你一身。苏晨，咱不比了，直接废了他算了。连我都知道龙叔集团的股票就是个巨坑。宿主已指定龙叔集团股票，股神效应启动，该股未来3分钟内将飙升为股市第一牛股，股价至少提升20倍，吸收对家气运。宿主股票大涨的同时，对家股票将大幅下跌。乖，相信你男人。屌毛，你确定要跟我玩？你说什么？我玩死你！我苏晨用这1个亿梭哈龙树集团。龙树集团，没想到你这个傻逼竟敢梭哈这种破股，等着吧，迟早输的连裤衩都没了。龙树集团主营 AI 业务，目前技术毫无突破，早已资不抵债，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买他的股票和直接把钱扔水里没区别。苏晨，别赌气了，没必要为了争一口气买这种必亏的股票。原本以为你能拿出1个亿，还算有点本事，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草包。我们家之涵绝不会嫁给你这种人。苏晨，既然你这么笃定龙树集团会大涨，敢不敢跟我一起加杠杆？这个土老帽什么都不懂，加杠杆之后，我不仅要坑光他的1个亿，还要让他倒欠银行1个亿，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傅少坤，收起你那点龌龊心思，你不就是想靠杠杆风险坑掉苏晨的钱吗？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苏晨，你别中他的激将法，加杠杆风险太大，稍有不慎就会被平仓，到时候你还会倒欠银行巨款，他就是故意坑你。怎么，你也觉得我会亏钱？要不咱俩打个赌？切，我才不要跟你打赌。这个傻子
明知道是坑还不躲。算了，他要是真欠了钱，我就替他还。谁让我已经上了他的贼船呢？小雅，赶紧把我私人银行的存款全部准备好，随时汇入我发给你的账户，越快越好。林总，您怎么突然动用私人资金？出什么事了吗？没事，就是要给某个混蛋擦屁股，省得他到时候欠一屁股债，还得我来收拾烂摊子。小子，股票开始涨了！天龙地产真的涨了，短短不到10分钟，居然快涨停了！富少果然厉害，不愧是富少，眼光太毒辣了。还好我跟着富少买了500万，这下要赚翻了。苏晨，你看清楚你跟富少的差距了吗？人家买的股票一路大涨，你的却节节下跌，迟早亏得一干二净。子涵啊，你也亲眼看到了，苏晨就是个送外卖的命，就算有1个亿，也迟早败光，根本配不上你，更没法跟富少比。妈，现在苏晨是我的未婚夫，你再敢说他坏话，可别怪我把你嫁出去。你这孩子，我还不是为了你好，怎么就不懂事呢？怎么样，苏晨，还敢比下去吗？你要是识相点儿，早点把子涵让给我，也不至于落得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下场。你少得意，今天就算苏晨变得一无所有，我林子涵也会养他一辈子，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逆女，傅少好心给你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傅少坤，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赢定了？不然呢？难不成你还能起死回生？3、2、1。苏晨，你什么意思？不信我的人，无论在股市还是生活里，注定一律绿油油。放你的屁！纯属胡言乱语。不好了，富少，天龙地产开始暴跌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我的钱，我的500万啊，全没了！现在该轮到我了。龙叔集团竟然涨了，短短30秒直接涨停了！什么？涨停？这怎么可能？龙树集团刚发布了机梦 2.0， 技术全面领先国内外 AI 市场，正式宣布全球进入 AI 新时代，已经成为全球第1潜力股。我不仅要输给苏晨1个亿，还倒欠银行10个亿，我爸一定会打断我的腿，我这辈子都完了。他一个送外卖的，竟然对股市有这么敏锐的前瞻性，突然觉得他好有男人气概。要不以后他搞股票，我搞他，这样我就能一步登天，走上人生巅峰了。他不仅能打败 S 级通缉犯，竟然还这么懂炒股。我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能有这么厉害的未婚夫？傅屌毛，赌约该兑现了吧？1个亿，1分都不能少。你总是这样，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就不说话了。就你这怂样，还想泡妞？下辈子吧。你放心，我傅少坤说话算话，绝不会赖账。真是个听话的好屌毛。对了，忘了提醒你，银行那10个亿可别忘了还，拖得越久，利息越多，到时候你可就不止欠这点了。你们之前不是挺能闹吗？不是喜欢半路开香槟庆祝吗？怎么，我赚了钱，反倒让你们不开心了？你们每人亏了500万，就不心疼？既然你们都这么内向，不爱说话，那韩板，那我就先带走了。造孽啊！苏晨，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帮我出了一口恶气，也打了那些势利眼的脸。多大点事儿，谁让我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呢？护着你不是应该的。那么，我的未婚夫，我们什么时候去把结婚证领了？给我一个名分呗。领证啊？要不咱们先动个房？我都还没验过货，可不能随便签收。哼，其实我也没想真的和你结婚，
你不会真觉得自己很帅吧？普信男。所以你真的不和我领证？等我哪天想通了再说吧。既然没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怎么，舍不得我？谁舍不得你？我就是看这么晚了，担心你打不到车而已，别自作多情。走了。你至少告诉我你住在哪里吧，万一我有事找你呢。吉祥村。吉祥村？那不是小姨住的地方吗？她怎么会住在那样？昨天话都跟房东姐姐说那么明白了，租金也一次性给清了。这次她应该不会再对我动手，也不会再为难我了吧？大弟弟，姐姐等了你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让你轻易逃脱呢？这小女娃体质特殊，每逢月圆之夜便会浑身发冷，如坠冰丘，痛苦难耐。大师，求您务必救救我的女儿，哪怕让我献上张家全部家产，我也毫无怨言。钱财于我如浮云，看在你平日里积德行善，我便为你指点一二。她这是百年难遇的阴脉之体，待她成年之后，需寻一位纯阳之体相伴，方能化解此劫。大师，这纯阳之体该如何寻找？还请大师明示。无需刻意寻找，阴脉之人本就无情无欲，唯有遇到纯阳之体，才会一见倾心，心生牵挂。小姑娘，往后若遇心动之人，切勿错过，那便是你的生机。苏晨弟弟，今晚你跑不掉了。啊秋！这天也不冷啊，怎么突然打喷嚏了？难道是感冒了？也不知道张姐在不在家，能不能借点感冒药？苏晨弟弟，你可算回来了，姐姐等你好久了。奇怪，怎么感觉头顶怪怪的，像有什么个东西似的。不过也挺巧，苏晨这个狗男人竟然和我小姨一样，都住在吉祥村。糟了，我怎么忘了？今天是月中，小姨的寒症要复发了，我得赶紧过去照顾她，晚了就来不及了。苏晨弟弟，姐姐等了你这么久，终于等到你了。张姐，你今晚穿的也太凉快了。那姐姐今晚好看吗？张姐，你这是何意啊？对，张姐，我们先吃饭，先吃饭。你怎么知道我饿坏了？太贴心了，张姐，咱们快吃吧，我都快饿晕了。怎么样，大弟弟，喜欢姐姐给你准备的晚餐吗？不喜欢，张姐，这不行。苏弟弟，别害羞嘛，让姐姐来好好疼爱你吧。苏弟弟，你就这么害怕姐姐吗？姐姐难道不好看吗？好看，好看。张姐，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没有之一。那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难不成姐姐配不上你？
我有难言之隐。真的不能告诉你？徒儿切记，你此生第一次双修，只能与林子涵相伴，万万不可与他人乱来，否则100年之后，你必将遭遇一场致命天劫，万劫不复。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你……不是这个难言之隐，是其他的事情，真的不能说。既然不是这个难言之隐，那姐姐可就不客气了。糟了，林子涵怎么来了？小姨，我特意过来照顾你。等等，你们在干什么？小姨，我来看你了。这么晚了，你怎么不开灯啊？啊，涵涵来了，我刚才有点不舒服，就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忘了开灯。小姨，你该不会是在家里藏了男人吧？不然怎么弄得这么暧昧？我去，张姐竟然是林子涵的小姨，而我是林子涵的未婚夫，这关系也太乱了吧！都怪那个老邓师傅，非要给我定这门破婚，这简直就是修罗场啊！小姨，你怎么这么心虚啊？难道小姨夫就藏在卧室门后面？小姨，你就别藏了，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我就看小姨夫一眼，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放心吧。什么小姨夫？你别胡说八道！这个房子就我一个人住，哪里来的什么外人？难道刚才是我眼花了？怎么一下子就没了？你这孩子，大晚上跑过来，就是为了打探我的私生活，故意调侃我是吗？哎呀，小姨，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就是出于好奇嘛，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能把我们这么优秀的小姨拿下？对了，小姨，我差点忘了，今天是月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你的寒症没复发吧？啊，没有，我挺好。对哦，今天是月中，按道理这个时候我早该浑身发冷，把空调开到最暖了，可现在却一点异样都没有。难道是因为我和苏晨有了肢体接触，他的纯阳之体暂时压制住了我体内的寒症？我现在好得很，一点不舒服都没有。你要是不来打扰我，我说不定都痊愈了。苏弟弟，今晚就先放过你，下次可没这么好运了。总觉得小姨有事情瞒着我，她的房间里刚才肯定有男人在。算了，小姨不想说，我也不好再追问，免得她生气。你也别光顾着操心我了，我听你妈说你突然多了个未婚夫，他人怎么样啊？靠谱吗？我妈还真是个大喇叭，这点事儿都到处说。子涵啊，不是小姨说你，遇到喜欢的人就赶紧出手拿下，别磨磨蹭蹭的。你要是出手慢了，指不定哪个狐狸精就先下手了，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可恶的男人，吃完饭就溜，连句好听的都不会说，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家伙。可恶的女人，害得我有家都不能回，这大晚上的冻死老子了！有没有人救救我！住手！放开那个女孩！小妹妹，可让哥几个好等啊！总算把你堵着了。傅少特意交代我们了，今天就算是绑，也要把你绑到王总的床上，不许有半点差错。都怪你这个女人，害傅少损失了1个亿。傅少说，
只要你乖乖从了王总，帮他拿到订单，就饶你一条小命。嘿嘿嘿嘿嘿，后果你自己掂量，哥几个可不会手下留情。丁，新的系统任务已发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下沐雨烟后，可获得一项随机技能。注意，沐雨烟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得力助手，宿主未来想要成立商业帝国，少不了沐雨烟的帮助。哦，这不是傅少坤公司的女经理吗？救命啊！有没有人救救我？看在系统奖励的份上，那我就勉为其难出手救你一次吧。你们几个杂碎，给老子放开那个女孩！是苏晨，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来救我？他妈的，还真有不怕死的敢来管老子的闲事！你们3个去把这小子给我干掉！老大，我们4个真的能打过他吗？快跑啊！快站着跟老子跑啊！你到底是人是鬼？怎么会这么厉害？当然是人啊，还能是鬼不成？既然你已经没事了，那我就先走了。好哥哥，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吗？你想干嘛？这么晚了，路边这么黑，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好害怕。要不你送我回家？不去。为什么？我都这样说了，你还不答应？我怕你仙人跳我，到时候我都说不清。我仙人跳你？就你这样，活该你一辈子单身。不劳你操心，我已经有未婚妻了。我的身材和颜值不比邻家大小姐林子涵差吧？还行。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我哪里比不上他？大小姐，把他们几个拉出去。陈江，饶命啊，穆小姐，我们知道错了，饶命，我们知道错了，都是傅少坤让我们做的，我们也是被逼的呀！饶命啊，穆小姐，求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们一条生路吧！论品质和身材，我不输林子涵；论家境，我们穆家与林家不分上下。我就不信还有我穆雨嫣挖不到的墙角。关于林家大小姐林子涵的婚事，我倒是了解一二。她的未婚夫苏晨，传闻是一位得道高人的徒弟。我们穆家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崛起，就是当年我偶然旁听了那位高人的授课，才得到了点拨。如果苏晨真的是那位高人的亲传弟子，乖孙女，你父母去世的早，爷爷一直放心不下你。要是你能嫁给苏晨，有他护着你，爷爷我就算死也无憾了。虽然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非要让我嫁给你，但是现在你成功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我倒是要看看，我和林子涵之间，你到底更喜欢谁？明天就是江城的玉石大会，到时候江城各大世家豪门都会到场，你作为林子涵的未婚夫，肯定也会去。狗男人，我们明天再见。总算都走了，林子涵这女人再多待一会儿，我在外面非得冻感冒不可。也不知道张姐去哪里了，刚才不还在屋里吗？张姐，张姐，你在吗？难道张姐出门了？苏弟弟，救我！张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苏弟弟，快抱紧我，我好冷。不行，张姐，男女授受不亲，这样不合适。都什么时候了，哪来那么多废话？张姐，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张姐别这样，不，张姐。
张姐，还好之前在山上跟那个老邓师傅学了点皮毛，就这么一下，张姐就老实了，不然我今晚恐怕真要遭受劫难了。不过我在山上的时候，向来3天打鱼2天晒完，医术学的不精，根本看不出张姐得的是什么怪病。这病老邓肯定知道，可那老邓为了躲我，连电话号码都换了，根本联系不上。现在想要彻底治好张姐，恐怕只能靠系统了。对了，我今天救了穆雨嫣，完成系统任务的奖励还没领取呢。狗系统，快出来，我要领取奖励。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获得技能透视天眼。该技能绑定过程中，立刻绑定。这就是透视天眼，果然名不虚传，的确很强。这蓝色的光亮，难道就是张姐突然发病的原因？这技能也太耗费心神了，看来以后只能在关键时候使用，可不能随便乱用。不过有一说一，张姐的身材太好了吧！我去，没想到老邓交代的天劫竟然这么灵验，我就动了一点歪心思，就引来了血光之灾。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和林子涵进行双修，不然迟早要出事儿。我的脖子怎么这么疼？我怎么感觉好像被人给打了一下？张姐，你冷静点！张姐，别这样！可恶的大弟弟，宁愿打晕我，也不愿意从了我。你到底还是不是男人？完了完了，张姐这个眼神，怎么感觉像是要把我吃了？不行，我得赶紧留，不然就惨了。张姐，那个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急事儿，我先出门了，回头再来看你。还好我跑得快，但凡多待1秒，我都感觉要出大事儿。苏晨，你怎么站在我小姨家门口？你在这里干什么？完了完了，这小妞该不会看到什么了吧？要是被她知道我在她小姨家待了1晚上，我就死定了。这是你小姨家吗？我就是单纯从这里路过，刚好停下来歇口气。真的？你没骗我？当然是真的，要不然我在这里干嘛？总不能没事跑到你小姨家门口闲逛吧？也是，你也没理由来这里。不说这个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是江城御史大会的请柬，整个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邀请参加了。你现在是我林子涵的未婚夫，自然要陪我一起出席，也好让大家认识认识。丁，发布新的系统任务，检测到林家2房、3房心怀不轨，企图在御史大会上对林子涵发难，逼迫其退出林氏集团。宿主需全力帮其化解危机。任务成功奖励，宿主可获得特殊技能1个，任务失败无惩罚。系统任务，没想到林家那2个老登竟然敢打我未来老婆的主意，想要挤走她，简直没把我苏晨放在眼里。刚好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跟林子涵拉近关系，更进一步。不然谁知道老邓说的天劫什么时候就来了？求求老天爷保佑我平安度过。走，刚好我今天有空，陪你一起去。老三，现在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我知道你也一直想当林家的家主，但是眼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林子涵那个赔钱货。二哥，话可不能说的这么难听。子安好歹是我们的亲侄女，只要她识相点，乖乖让出林氏总裁的位置，我就考虑不为难她，勉强让她去非洲的分公司当个分公司总经理，也不算亏待她。亏待她？今天她这个总裁之位，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由不得她矫情。看来二哥早就想好怎么对付那个死丫头了。苏晨，我去那边跟几个合作方打声招呼，你自己先随便转转，别乱跑。放心吧，我就在这附近，不乱跑。
哪里来的乡巴佬，竟然敢在这么高档的场合乱吃东西，真是丢死人了。死人了！有人被噎死了！苏晨，你没事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好得很，一点事都没有。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快说话呀！医生，有没有医生在现场？快来救救我儿子！苏晨，是不是你搞的鬼？是不是你害我儿子被噎住的？哎呀，二叔，话可不能乱讲，得讲证据啊！你看，我离你儿子108000里远，他自己吃葡萄不小心卡住了嗓子眼，怎么还能怪到我头上呢？就是你这个乡巴佬，趁我不注意，故意朝我嘴里丢葡萄，害我差点被噎死！你别想狡辩。林子豪，说话要讲证据。况且苏晨不是那种主动挑事的人，就算是他往你嘴里丢了葡萄，那也一定是你先出言不逊得罪了他。快给苏晨道歉！我差点被噎死，受了这么大的罪，还要给他道歉，凭什么？兔崽子，让你道歉你就道歉，哪来那么多废话？爸，你怎么帮着他？我才是你儿子！关键人物还没来，计划还没开始，这坑爹的儿子差点就坏了我的大事，不能在这里闹僵，先忍一忍。我说，赶紧道歉，别再惹事儿！哎呀，对不起，行了吧？没关系，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别这么见外。什么时候还想吃葡萄了，记得跟我说，我亲自喂你吃，保证让你吃个够。这个年轻人是谁啊？口气这么大，还自称和林家是一家人。不知道啊，难道是林家的什么旁系子弟？看着不像啊。我刚才看到他和林家大小姐林子涵一块进来的，说不定是林子涵的老公。趁着今天江城名流齐聚一堂，我林子涵就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名叫苏晨，他是我林子涵的未婚夫。什么？没想到一向高冷不近男色的林总，竟然早就有未婚夫了。他竟然是林总的未婚夫？不会吧？我不同意！涵涵，几天不见，你变得比以前更漂亮了。这是谁呀？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我上次的手下败将吗？才过了几天功夫，就忘了自己是怎么被我当众打脸，灰溜溜逃走的了。你少在这里得意！今天我可不是来跟你逞口舌之快的。各位，我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玉石协会的副会长王青山，王会长。竟然是王副会长，他老人家在玉石界那可是响当当的泰斗级人物啊，德高望重。没想到今天竟然亲临江城的玉石大会，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多亏了傅少，要不是傅少出面邀请，我们哪里有机会见到王副会长这样的大人物？哎呀，王会长，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您能来，真是我们的荣幸啊！是啊，王会长，我们江城的玉石大会有了您的到来，真是蓬荜生辉，增色不少啊！既然王会长已经来了，那我就斗胆请王会长为我们林家做个见证。哦，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们林家要换家主。林家竟然要在这种公开场合提出更换家主的事情，这也太张扬了吧！看来林家这是要变天了。林总这么能干，怎么会突然要换家主？二叔，你说什么？你要换家主？来人，有请林家长辈。我明白了，二叔、三叔，你们为了扳倒我，夺走林氏总裁的位置，竟然连家族里的活古石都请出来了，真是煞费苦心啊！大侄女，你怎么跟长辈们说话的？太没规矩了！四位林氏长辈，晚辈林建设正式申请更换家主。按照林家祖族规，不得随意更换家主。你们既然提出申请，就必须给出合适的理由。我们四位老夫听完再做最终决定。理由？我早就想好了，而且这个理由足以让林子涵主动退位。海外市场，众所周知，我们林氏集团旗下珠宝生意占据了整整70%份额。如今国内珠宝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想要继续扩大集团体量更进一步，必须全力压住国外市场。林二爷说的没错，
想要再上一层楼，确实得开拓海外市场才行。可这开拓海外市场和更换家主有什么关系啊？林总管理公司这么久，也没出过什么差错啊。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大哥早已退休，如今林氏集团交给我的大侄女林子涵管理，可她呢，只会躲在工作室里设计珠宝，连最基本的原石辨别都不会。我试问在场各位，一个连珠宝原材料都无法完全拿捏，连原石好坏都分不清的人，他有什么资格担任林氏集团的 CEO？ 依我看，他退下来，安安心心当个设计师，岂不是更好？二叔，你说的话完全自相矛盾。我作为集团 CEO， 只需要统筹全局，把控方向，花钱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何不可？林大小姐说的对，要是老板什么都自己来，那还请那么多鉴定师、专业员工干什么？各司其职才是正理。是啊，林二爷这话岂不是在打自己的脸？难道他觉得老板就得样样精通？终于上当了。既然我们的林总裁说可以花钱请人鉴定原石，那么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场？看来你还有你们几个早就串通好了，收买了市面上所有的玉石鉴定师，就等着设局刁难子涵，逼他退位吧。没想到你这个送外卖的脑子还不算傻，竟然一下子就猜到我们收买了整个市面上的玉石鉴定师。涵涵，只要你现在答应嫁给我，我保证所有的鉴定师都可以为你所用，林氏集团的难题也能迎刃而解，你也不用再受这份刁难。副手，这我们之前说好的。你少做梦！我林子涵就算放弃整个林家，放弃林氏集团的一切，也不可能嫁给你这种阴险狡诈之徒。我说，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真当我苏晨不存在，没把我放在眼里？不就是赌石吗？你尽管去请人，今天这场赌局，我来跟你们赌。我说，我来跟你们赌，你们耳朵聋了吗？我没听错吧？你一个送外卖的也敢跟我们赌石？你知道什么是赌石吗？懂不懂这里面的门道？不就是一刀穷一刀富，全看眼光定胜负吗？还用你教？不错不错，看来你没少看短剧，还知道点皮毛。可惜啊，纸上谈兵没用，赌石可不是你这种乡巴佬能玩得起的。苏晨，你到底有把握吗？赌石风险太大，他没有早有准备，万一……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论赌石，在这江城，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有系统赠送给我的天眼神通，我能清晰看到石头内部的构造、翡翠的成色和大小，这跟开卷考试有什么区别？赢他们，简直易如反掌。姓苏的，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今天就让你住口！四位林家前辈，今日还请各位为我们做个见证，这场赌局事关我们林氏一族的未来发展，绝无戏言。我林建设今日与林子涵进行一场豪赌，赌注便是林氏集团的 CEO 一职。如果子涵侄女今天输了赌约，就必须主动卸任 CEO 的职位，交出集团管理权。如果我输了赌约，我自愿把手中所有的林氏股份全部转让给我的侄女林子涵。老东西玩这么大，你呢？你们两个不是一向狼狈为奸，穿一条裤子吗？他都把股份拿出来当赌注了，你不赶紧跟上？别怂啊！既然要赌，那就赌把大的。我也拿出我手中的所有林氏股份，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林子涵输了，不仅要辞职卸任，还要交出他身上持有的所有林氏股份，彻底退出林氏集团。你们简直是得寸进尺！既然你们非要赌，那我们就赌把大的。来人，立刻拟写赌约协议。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他在身边，我就感觉格外有底气，哪怕面对这么大的赌注，也一点都不害怕。表姐，用不了多久，你就要彻底和我们林家和林氏集团说再见了。我真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放着傅少这样的金龟婿不要，非得跟着这个送外卖的乡巴佬？真是瞎了眼。王老，今日还请您辛苦一番，亲自出手来和这个送外卖的小子比试一场，也好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赌石高手。什么？让王老亲自出手？王老，这边请。没想到啊，没想到
王老今天亲临现场，竟然不是来当嘉宾撑场面，而是要亲自下场和别人赌石。王老可是玉石界不败的神马，当年在缅国，他凭一己之力挑战10位缅国国宝级鉴定师，最后完胜。这位苏小友，我王青山一生行事尊重赌局规矩，哪怕你是新人，我也会全力以赴，绝不留情。到时别说我以大欺小。老头，你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免得被我这个新人当众打脸，颜面尽失就不好看了。你简直不可理喻，不知天高地厚。来人，上毛料，赌局已定，赶紧开始，别耽误宾客时间。怎么样，苏晨？你挑好毛料了吗？有没有看中的？这桌子上的毛料都不值钱。不值钱？这怎么可能？这些毛料看着都很不错啊。特领着你了。哼，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装懂，口出狂言。这些毛料是我费尽心力从缅国顶级矿场弄来，每块都是精挑细选。你竟敢说他们不值钱，简直亵渎玉石，不把我王青山放在眼里。苏晨，我看你是脑子秀逗了吧？竟然敢说王老挑选的玉石都是不值钱的货！你可知道，这些玉石毛料是王老特意为了这次玉石大会准备的，原本是要在最后的压轴环节切开，给大家讨个好彩头的。没想到王老竟然为了我们江城的玉石大会做了这么多准备，真是太用心了。这个送外卖的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质疑王老的眼光，简直是自不量力。前几天炒股的事情，就是这小子运气好罢了。今天正好借着赌石的机会，狠狠坑他一笔，好好弥补我前些天的损失，让他付出代价。哼，苏晨，你敢不敢再跟我赌一赌？就赌你和王老之间谁能赢下这场赌约？哦，你这是打算主动给我送钱？1个亿，你赢王老，我当场给你1个亿；你输了，给我1个亿。敢不敢赌？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有系统赠送的天眼神通，能看穿所有毛料的内部，赢王老简直易如反掌。你这1个亿跟白送给我有什么区别？好，我们一言为定。好，我们一言为定。有病！这一块石头比桌子上所有的毛料加起来都要值钱。苏晨，你怕不是疯了吧？选了一块破垫脚石，就敢碰瓷王老精心挑选的缅国极品矿场毛料，简直是异想天开。年轻人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至极。既然你自讨苦吃，非要自取其辱，那我王某也不介意出手教训你一番，让你知道什么叫玉石界的规矩。停！怎么，你害怕了？不敢比了？表姐，你看看你选的男人，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草包，连赌石都不敢比。苏晨是我的未婚夫，他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他。轮不到你在这里说3道4。苏晨，你有什么事就赶紧说，别在这里磨磨蹭蹭耽误时间。我还等着上任临时总裁的职位呢。什么叫你上任总裁职位？那我呢？赌约里可是说好了，赢了我们一起分股份。我就是打个比方，急什么？我的意思不是静停赌局，而是嫌你挑得太慢了。不如这样，我就用我手中这一块石头来和你桌子上所有的玉石毛料比一比，怎么样？什么？苏晨竟然要用一块不起眼的垫石来和王老挑选的所有极品毛料进行比较，他是不是真的疯了？这个送外卖的年轻人怕是彻底疯魔了。王老的毛料可是缅国顶级矿场来的，他竟然敢用一块垫石石叫板，简直是自不量力到了极点。涵涵，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选的男人，他和疯子有什么区别？跟着他，你迟早会后悔的。哼，年轻人，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轻视我，轻视玉石。既然如此，我就如你所愿，和你比。来人，上切割机，把这桌子上的所有毛料全部给我切了！我要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亲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极品毛料。出绿了，真的出绿了！
这个我知道，这是浓种飘花翡翠，品色上乘，虽然算不上什么极品，但也能卖出不少价钱，比这乡巴佬的电石头强100倍。林家公子好眼力啊，一眼就看出了翡翠的品种，果然是将门之后。是啊是啊，如果林大小姐真的辞职了，我看林少爷就很适合接任林氏总裁的位置，年轻有为，眼光又准。不愧是王老，果然名不虚传。只需要稍微出手，挑选一块毛料，开出的翡翠就足够我们这些人琢磨上10天半个月了。继续切。出绿了，又出绿了！王老果然厉害，每一块都能出绿。满绿，这可是满绿啊！没想到第2块就是满绿，王老的眼光也太绝了。大侄女，我看这一次你还怎么赢下这场赌约？苏晨那一块破垫小石能比得上王老这些出绿的毛料吗？二哥这是赢定了，不行，我得想办法阴二哥一手，不然等赌约赢了，总裁的位置可就没我的份了，不能白白忙活一场。涵涵，你看苏晨根本就是在瞎胡闹，他不可能赢的。你要不还是考虑考虑我吧，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还能帮你保住林氏总裁的位置，不用被这些人刁难。哇，又出绿了！王老也太牛了吧！哇，每一块都出绿，这也太厉害了！不对啊，怎么全是浓种飘花、冰种无色、阳绿豆种这种常见的翡翠，没有一块极品吗？是啊，这不是说好了是缅国极品矿场产出的毛料吗？怎么切开之后品质这么拉垮，和普通毛料没什么区别啊？这是弄种，这是豆种，这怎么可能？这些料子都是我亲自精挑细选的极品毛料，怎么可能只开出了这种普通翡翠？该死！在我的预估里，这些毛料至少也得开出一块极品帝王绿才对，不然光是买这些毛料的成本我都收不回来。今天真是栽大了。那又如何？就算这些极品料子只开出了这些普通翡翠，那也不是苏晨手上的那块破垫脚石能比的。对啊对啊，哪怕王老的毛料全都是些常见的翡翠，那也是实打实出绿了。这些玉石加起来市值也快上千万了，就他手上那块不起眼的垫鞋石，除非能切出极品帝王绿，否则我根本看不到他赢的可能性。你以为拍短剧吗？极品帝王绿哪有那么容易出？随口一说就能有，简直是天方夜谭。沿着这里还有这里切3刀，精准一点。吓我一跳，苏晨，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这第1刀可是连一点绿都没出，你还有2刀机会，好好珍惜吧。我还以为你会跟上次炒股一样搞个逆风翻盘呢，原来你是真的不懂赌石，纯属瞎蒙，拿一块破垫石头也敢来丢人现眼。结束了，终于结束了！苏晨，你输了，你现在欠我1个亿，赶紧还钱，不然我就让人把你抓起来抵债。表姐啊，表姐，你选男人的眼光是真不行。你看看人家傅少，举手投足之间，轻轻松松就赚了1个亿。再看看你身边这个乡巴佬，只会瞎胡闹。这么说，我赢了，我就是林氏集团的新任总裁了，我能当林氏一族的家主了。子涵侄女，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你手上的所有林氏股份交给我，我可以和你签下协议，每年给你1个亿的分红，让你安安心心养老，不用再操心公司的事。老三，你竟敢背叛我！我们不是说好赢了之后一起分股份，共掌公司吗？二哥，凭什么你能当总裁，我也不比你差呀？这林氏总裁的位置我也想坐坐，凭什么只能是你？停！吵什么吵？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输了？哼，你3刀都已经切完了，一点绿色都没见着，这还不是输了？难不成你还想耍赖？是啊，苏晨，愿赌服输，你就劝劝子涵，让他把股份交给我，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的。年轻人，
你还是放弃挣扎吧。虽然我老头子这次确实花了眼，挑选了一些不怎么值钱的料子，但你想用手里这一块不起眼的垫脚石赢下赌局，几乎没有可能。赶紧认输吧。苏晨，输了也没关系，1个亿我帮你还，股份我也可以给他们，只要你没事就好。不过按照你的性格，这件事儿应该还没结束，对吗？聪明，果然懂我。这是极品帝王绿！我的天，真的是极品帝王绿！我操，真的是极品帝王绿！色泽这么浓郁，质地这么通透，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宝贝啊！满绿，竟然是满绿帝王绿，整整3面都是帝王绿，没有一丝杂质。原来如此，刚才苏晨让切的那3刀根本不是瞎切，而是精准切去了多余的废物，刚好留下了完整的满绿玉料，这眼光也太绝了！我的天，这一块极品满绿帝王绿，质地这么通透，色泽这么浓郁，怕是能卖出上亿的天价，甚至更高。苏少，我出1个亿，你把这块玉石卖给我吧，价钱还能再谈。我出5个亿，苏少卖给我，我再加价，绝不反悔。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他怎么可能刚好在角落找到一块垫脚石，就刚好开出了极品帝王绿？这不合理！完了，我的股份全都完了，都怪你拉着我赌，现在我彻底丢了股份。我竟然输了，而且还输得这么彻底！我竟然看走眼到这种地步！这些我精心挑选的极品毛料全是边角料，而垫脚石才是真正帝王绿。就算你赢了赌石又怎么样？苏晨，你以为赢了赌局，把林氏集团把握在你手里，他就倒不了吗？我已经联合王老买通了市面上所有的玉石鉴定师，没有鉴定师，你们林氏珠宝生意迟早断供，最终只会沦为小作坊。他说的是真的，如果没有大量的玉石鉴定师给我们打工，单靠你一个人鉴定毛料，根本供应不上集团的需求。我们林氏集团迟早会因为原材料短缺，沦为小作坊。涵涵，你看，只有我能帮你，我才是最爱你的人。只要你愿意嫁给我，我立刻让所有的玉石鉴定师都给你打工，让林氏集团重回正轨。好，好，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是要看看，没有了玉石鉴定师，你们林氏集团到底能撑多久？我等着看你们的笑话。是吗？傅少好大的口气。如果我没记错，你前几天不是傅少坤请来的金融分析师吗？你怎么会在这里？还和玉石协会会长一起过来？你好，林大小姐，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城穆家独女穆雨嫣。这就是穆家那位从来不展露真容、神秘莫测的独女，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气质还这么好。我今天是撞了什么大运啊？竟然能见到穆家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独女，这可是连江城顶级名流都难得一见的人物。穆家可是江城4大家族里底蕴最深厚、实力最强的一个家族，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穆家啊！没想到你竟然是穆家那个神秘的独女，以你的身份，竟然甘愿屈身做傅少坤的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只是我的一份工作而已，没什么屈不屈身的。毕竟没有什么能比炒股更能让我的肾上腺素飙升。不过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应该要比炒股更能让我的肾上腺素飙升。你说话就说话，靠别人那么近干嘛？保持距离，你别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我可不是来拆散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什么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又来了一个主动靠近我的女人？难道又是一个想让我遭受天劫的妖女？没想到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我们傅家被查封的那几家分公司，就是你给举报的，对不对？看来你也不是完全没有脑子。不过我可不止举报了那家分公司，还有几家违规操作的分公司，现在还在走查封程序呢。妈的贱人！你竟然敢阴我，我不会放过你的！别动我，我的腿断了。林子涵、苏晨，你们给我等着！你们林氏集团别想活下去了！从今天开始，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玉石鉴定师敢给你们林氏打工！我要让你们彻底破产！
王青山，王副会长，你打算去哪里呀？别急着走，我们还有事情要好好算一算呢。刘会长，您怎么来了？您不是说要去国外出差，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吗？呵呵，我怎么来了？我要是再不来，就让你这个蛀虫彻底毁了我们整个玉石协会的名声。刘会长，您这话太严重了，我对协会忠心耿耿，怎么可能会毁掉我们整个玉石协会啊？您一定是误会了。这些是傅少坤和你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这些是你收后贿赂、徇私舞弊，联合傅家一起打压林家，垄断玉石市场的铁证。你自己看看，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你败坏协会名声、触犯规矩的罪证。而且我今天来还要正式通知你，经过玉石协会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开除你的决议。从现在起，你再也不是玉石协会的副会长。至于你贪污腐败、收受贿赂的事情，我已经提前通知了纪委，他们的人很快就到了。谁是王青山？你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完了，全完了，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全都完了。傅少，林大小姐、苏小友，实在抱歉，因为我们玉石协会的失职，让王青山这样的蛀虫有机可乘，给你们和林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还请二位谅解。没事的，刘会长，多亏了您及时赶到，坏人也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苏晨，这次可要多亏了我，是我及时把刘会长请过来，才帮你们解决了王青山和傅少钱这两个大麻烦。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啊？为什么我看到穆雨嫣靠近苏晨，心里就会这么难受，这么不舒服？难道我已经喜欢上苏晨了？混蛋，苏晨，你这个混蛋，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你这种家伙？子涵侄女，你看，现在坏人都已经被打跑了，王青山和傅少军也得到了惩罚，我和你三叔的股份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我的好二叔、好三叔，你们当初处心积虑算计我，想要夺走林氏集团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放心，赌约既定，你们的股份我会一分都不会多给你们留。林子涵，你简直就是冷血无情！就算我们输了赌约，你也不能这么绝情。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我的表姐，更不配做林氏集团的 CEO。我让你胡说，我让你在这里丢人现眼！爹，你打我干什么？我们就算输了赌约，也不能输了气势啊！他说的话也太过分了。爹，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爸妈今天去哪里了？怎么一直没见到他们？你就问这个问题？不然呢？你以为我要干什么？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刚才那么好的机会，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你干嘛不直接亲上去？多好的拉近关系的机会啊！我是那种趁人之危随便轻薄别人的人吗？是，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很认真的那种。问吧。我如果每个月给你1个亿，让你衣食无忧，应有尽有，你愿不愿意离开林子涵，然后娶我？多少？1个亿？每个月？不行。为什么？难道我真的比林子涵差吗？我穆家的家世财富哪一点比不上他？因为不好了，苏晨，我爸出事了。刚才我打电话，家里人说我爸突发急症，现在昏迷不醒了。夫人，家主已经睡了快1个时辰了，不管我怎么叫，都叫不醒他，连动都不动一下，这可怎么办啊？建国，你怎么了？建国，你醒醒！小红，快去叫医生，赶紧去！医生，我们家建国到底怎么了？他这是生病了，还是最近公司的事情太多，劳累过度了啊？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不好说啊，这种情况我行医几10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其实告诉你们也无妨，
林家主这既不是生病，也不是劳累过度，反而更像是中邪了。中邪？怎么可能？建国他好端端的，怎么会中邪呢？他平时为人正直，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啊！啊，不行，林家主的病我看不了，也治不了。夫人，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无能为力了。妈，我爸到底怎么了？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刚才医生来了，说他找不到任何病因，而且他还说你爸中邪了。中邪？这怎么可能？中邪？虽然我的功力还远没有我师父那么厉害，但这点本事还是有的。我倒要看看林伯父是不是真的被邪祟感染了。天地玄凶，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无神通，天眼开！果然是邪祟入体。你是不是看出什么问题了？到底发生什么了？的确像是中邪，而且你和阿姨身上都有那种邪气。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身体素质还可以，恐怕也已经昏迷了。我爸的身体一直以来都不太好，不然也不会退居幕后。为什么我们会招惹邪祟啊？不好说，有可能是无意间，也有可能是人为的。我在山上太贪玩了，天天陪着老邓玩什么金铲铲，不然我也不至于干啥不会啊。对了，还有系统奖励没领取，系统，我要领取奖励。恭喜宿主获得顶级茅山阴阳术。你没事吧，苏晨？接下来，我要查找邪祟的源头在哪里。不用了。这是傅少，他怎么成这样了？还不是因为他。更好，你还欠我1个亿，啥时候还钱？你这个乡巴佬还有没有人性？人家傅少都快成植物人了，你还惦记着你那1个亿呢？苏晨，你是打算要那1个亿，还是打算要林建国的命？你说什么？看来我说的不够清楚。如果我没猜错，林建国已经沉睡了1个时辰了吧？你怎么知道？我刚才用我的天眼查看了此间布局，发现这个房子里煞气横生，更是有邪物作祟。普通人感染，轻则疾病缠身，重则陷入昏迷。我观林家主阳气微弱，体虚多病，在感染了邪气之后，便会陷入昏迷。道长，你可有办法让我家这口子醒过来？办法自然是有的。这位阴阳道人可是茅山派亲传弟子，降服邪祟无数。太好了，道长，请务必救一下我家那口子，事后我可以为道长奉上丰厚的香火钱。阿姨，我坦白跟你讲吧，这位阴阳道人道法高深，哪怕是名门望族、达官贵人都不一定能请得出来。如果不是我傅家前些年刚好帮了道长一个大忙，我们傅家连跟道长说话的资格都没有。那我怎么办啊？阿姨，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道长出手。什么办法？如果子涵能和我结婚，那我们傅家和林家不就成了一家人了吗？到那个时候，道长一定会出手相救的。你们不答应也没关系，叔叔他老人家体弱多病，怕是耗不起了。涵涵，难道你真的想要你的父亲去死吗？苏晨，行了，我也看够你演戏了。人家才刚陷入昏迷，你就带着一个道士过来了，你这不就是在告诉全天下我老丈人是你弄昏迷的吗？是吗？有那么明显吗？那又怎样，苏晨？我虽然炒股比不过你，赌石赌不赢你，但是论阴阳道术，阴阳道人说他第2，没有人敢说第1。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了，除非林子涵今天嫁给我，否则林建国这辈子都别想醒过来了。原来你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亏我之前还想把子涵嫁给你。女儿啊，对不起，
都怪妈之前没有好好了解傅少君的为人，差一点就害得你嫁给了一个畜生。没事儿，妈，有苏晨在呢，他一定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苏晨？是啊，妈，你可别忘了，你女妹是被他从 S 级通缉犯的手里救过来的，而且他炒股和赌石都很厉害。可是，你爸是因为邪祟才昏迷不醒的。我相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能给我安全感。说够了吗，傅大少爷？我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啊？你想干什么？这是茅山道法！茅山道法！天眼开！这位小道友，就算你会茅山术法，又能如何？我的道行在你之上，你也就只配给我擦皮鞋。找到了，原来是阵中阵，用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聚邪阵，来掩盖他背后的血煞阵。你这老道，我说的可对？看来是我小瞧你了。不过，你就算发现了这背后的血煞阵又如何？这种凶阵一旦布置成功，没有几十年的道行是解不开的。你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解得开这样的大阵？检测到未婚妻一家陷入危机，请宿主帮忙解除危机。完成任务后，奖励宿主国医圣手技能。国医圣手，有了这个技能，我岂不是可以救死扶伤了？苏弟弟，救我！张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苏弟弟，快抱紧我，我好冷。先办正事。老道，我只给你演示一遍，你看好了。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是凭空结印，没有百年道行，根本就无法领悟凭空结印的技巧。啊，百年道行？你的意思是说，苏晨的道行已经有了100年之久？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给我破！怎么样？你没事吧？好女婿，快让妈看看你有没有事儿。我去，我这丈母娘的态度变得也太快了吧？算了，毕竟我还要靠我的未婚妻度过谭劫，之前的事我也懒得跟他们计较了。道长，你醒醒啊！道长，你怎么一个人上西天了？血煞阵一旦被破除，布置阵法的人就会得到反噬，不仅功力全失，更会经脉寸断。你们傅家还是赶紧准备后事吧，他活不了多久喽。苏晨，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苏晨，要是我死在了林家，我们傅家一定会和你们鱼死网破的。杀了你多没意思，倒不如你生不如死的活着，更让我解恨。系统，我要提取任务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国医圣手。太好了，我现在的医术甚至要比我的师傅更强。傅少，哦不，从现在开始要叫你傅大小姐了。我操！苏晨，你做了什么？我怎么感受不到我的二弟了？终于有人感受到当初系统对我做的惩罚了。来人，把他们都给我丢出去！表姐，我是你表弟啊，你从小看我长大的。啊！夫人，小姐，家主他醒了。
醒了，他真的醒了。爸，你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苏晨，他怎么来我们家了？他来做什么？老林，你可别糊涂，这一次多亏了小陈啊！你之前突发急症晕倒，多亏小陈及时出手救你，要不然你再也醒不过来了。谢谢你，苏晨。如果不是你，我们一家人的命恐怕都要葬送在傅家手里了。小意思，伯父不必客气。接下来，伯父你打算怎么办？既然傅家不仁在先，我林家也不是好惹的。我要跟傅家开战，让他们知道，我林建国只是老了，不是死了。小陈啊，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今天就留在我们家休息吧，别回去了。小陈，今天就留下吧。我现在去书房处理一下老二和老三那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顺带通知公司的高层，我们要和傅家全面开战。这不太好吧？反正子涵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你们两个人多接触接触，培养培养感情也好。留下也好，多培养一下感情，早日双修，就能早点破除师傅所说的那个天劫。既然这样，我住客房就可以。哎呦，哪能让你住客房呀？子涵的床很大的，足够你们两个人睡了。夫人，还没来得及清洗，只清洗了小姐房间的那一套。下去吧，以后记得及时清洗，不许再拖延。是夫人，我马上就去处理。小陈，实在不好意思，家里的佣人没来得及清洗床上用品，今晚只能委屈你和子涵住一间床了。爸妈，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我们两个怎么睡？要不你来床上睡？既然这样，那我就上床睡觉。这个家伙怎么那么神秘？一个会打架、会炒股、会赌石，还会道法的外卖员，他简直跟神仙一样。老登作为我师傅，这辈子就做对了2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给了我一个系统，第二件就是给我找了这么一位漂亮的未婚妻。他睡着了，偷偷亲他一下，他应该不会发现吧？他要干什么？想偷亲我吗？我该不该醒过来？涵涵，你睡了吗？这声音是张姐，完了完了，这下要糟！不好了，是我小姨来了。这要是让她发现我卧室有男人，那也太尴尬了。涵涵，我进来了。小姨，你怎么来了？你这丫头怎么一惊一乍的？没事儿，可能是因为我刚才睡觉扭到脖子了。小姨，你还没回答我，你为什么这么晚了来找我呢？还不是因为苏晨那个大弟弟夜不归宿，也不知道被哪个狐狸精给勾走了。我最近失眠，所以想来找你聊聊天。要不咱们去客厅聊天，那里空间大，空气好。不用，就在你屋里聊天多好，躺在床上还舒服点儿。完了完了，要露馅了！等等，小姨，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东西要给你看，走，我带你去看看。呼，还好林子涵这小妞机智，否则等待我的就是修罗场了。苏晨，快起来，
趁我小姨还没来，你快去客房躲一躲。大弟弟，我需要一个解释，你怎么就成了我大侄女的未婚夫？未婚夫，我也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你成了我的小姨夫？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相信吗？停！你们听我狡辩，不对，你们听我解释，这一切都能说得通。他林子涵，我和他的婚约是我师父给我定下来的。我师父说，如果我这人生中的第一次双修不是和他进行的，我会经历天劫。至于他，张姐，他是我的房东，我是他的租客。至于我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小姨夫，天地良心，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他应该知道。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大师来过我家里，他告诉我，我身体的寒症只有纯阳之体可以治疗，而且我只会对纯阳之体动心，所以我才会对你这么不一样。大师？这个大师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我师父那个老邓？张姐，你说的那个大师？他是一位老道人，道号好像叫什么云游道人。云游道人？那不就是我师父那个老邓？好啊，老邓，感情我现在的修罗场全是你这个老邓一手促成的，你可真会坑自己的徒弟啊！你们都看着我干嘛？我们中间，你来选一个。大弟弟，好看吗？未婚夫，我和小姨我们之间谁更好看？有点难选，我不选了。说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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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一个嘛。大弟弟，你突然傻笑干什么？你选好了没有？小心！小心！操纵邪物，难不成是来为阴阳道人复仇的？苏晨，这是怎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没事。今晚你们在卧室里面睡吧，我来守夜。这人怎么样？对方有点实力，竟然斩杀了我操控的邪物，还让我受了伤。阴阳道人死在他的手里不算亏。那我儿子的仇？放心，既然我已经答应为你报仇，就一定会做到。多谢真人，您今晚需要的10个处女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随时前往享用。不错不错，你很懂事。师兄，你的徒弟倒是和你有几分相像。等我恢复了我的全部法力，我第一个就拿你的徒弟来祭我身上的道袍。谁大晚上的竟然骂我？走吧，我们3个人上楼睡觉吧。林小姐，晚上好。你看上去有点眼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苏晨同志这么快就忘了？我们前些天在金茂大厦楼下见过。哦，是你啊！你们来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最近我们江城年轻女性频繁失踪，所以我们上门来提醒群众们要注意安全。辛苦警察同志跑一趟了。
实不相瞒，苏同志，我想代表我们治安局邀请你成为我们治安局的特殊顾问。每次帮助我们治安局破获一桩案子，我们都会给你支付一定比例的报酬。这件事情我再考虑考虑，你们请回吧。发布新的任务，帮助警察破获人口失踪案，粉碎云梦真人的阴谋。完成后奖励宿主100年道行。100年道行，云梦真人，这道号怎么和我师傅的道号那么像？喂，陈局长，等一下，我大概率知道应该怎么破获人口失踪案了。你竟然连破案都会，大弟弟，你也太全能了吧！苏同志，此话当真？你没在开玩笑吧？没开玩笑，而且我敢肯定，你们治安局破不了这个案子，除非我出手，才有可能侦破这个案件。你说什么？苏同志，你说的话我们是相信的。自从你击败了 S 级的通缉犯后，我们治安局上下都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既然苏同志都开口了，那我立刻汇报上级，然后成立专案组，聘请您担任我们的特别顾问。这次的失踪案有蹊跷吗？有，而且可能和刚才刺杀我们的黑影有关。一切等明天之后就知道了。大家坐。经上级批准，我们成立了江城连环失踪案专案组，由苏晨同志担任我们专案组的组长，刘虎同志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陈局长，不是说好了只担任特别顾问的吗？苏组长就别推辞了，我认真思考了昨晚你说的话，这件案子我们治安方确实已经挖掘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也许真的只有你出手，我们才有可能侦破这个案件。苏组长，一切都是为了百姓，还请不要推脱。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一句话，我们不能把这次的案子仅仅当作连环失踪案来侦破，因为我们的目标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绑架犯。我不同意苏组长的观点。你是刘虎，专案组的副组长。既然刘副组长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想问你，这3天时间里，接近40名单身未婚女性的失踪，你可查到了什么线索？还是说，你已经确定了凶手？我什么我？现在我是专案组的组长，有什么不爽的就给我憋着，实在不行，你申请休假。你看你又急，你好歹等人家苏组长把话讲完，你再提观点也不晚啊。我们所面临的对手是一个精通道法，甚至是一位精通旁门左道的道士。苏组长，我承认你打败了 S 级通缉犯，很厉害，但是事关人命，还请你不要开玩笑。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刚才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自己像是掉进了冰坑一样。难怪我们这一次用尽了刑侦手段都找不到线索，原来对方用的竟然是道法。对不起，苏组长，我不该质疑你的。没关系，接下来我还需要各位同志和我打好配合。请陈组长吩咐。报告组长，您要求的40个失踪人员的日常用品已经收集完毕。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此符为引，心之所向，人之所踪。千里追踪，万邪不挡，寻踪觅影，速现其形。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稻草人去了什么地方了？江城城郊废弃仓库，所有人立刻集合，出发江城城郊废弃仓库。老大，我们跟着傅家去拐卖人口，真的有前途吗？不该问的别问。老大，我看这些妞一个比一个水灵，要不我们先替真人尝尝鲜儿？你想死别带上我！你没发现真人要的全都是处吗？老大，
你说那些条子会不会找到我们这里？不好了，老大，条子找过来了！什么？治安局怎么可能找到这里？我也不知道，现在外面全是警察。把他们铐了，送回治安局，通知外面的医护人员可以进来了。是。苏组长，按照失踪人口的报案数，至少还有30余人不见踪影。无妨，等我接应寻找。此印通幽，引魂入阵，阴阳有序，万里追踪。是。找到了，就在门里。畜生，这简直就是畜生行径！云梦真人，我一道亲自手刃了你！为这枉死的33道亡魂报仇！我本以为在山上和师傅玩玩闹闹，日子过得逍遥快活，我就能一直开心下去。直到我今天看到了云梦真人的行径，我才知道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宿主，云梦真人的道行要比你高出非常多，你需要不断的变强，才能击败云梦真人。系统，我要领取那100年的道行。恭喜宿主获得100年的道行修为。这就是100年的道行修为吗？实在是太强了！我能打100个之前的我。现在要是让我遇到云梦真人，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不知道师傅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下山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师傅。要是让他知道他的徒弟现在的身份成就，一定能让那个老头子开心。算了，不想那么多了。现在该思考的是那个大仓库到底有什么用？他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年轻女子？还有云梦道人到底去哪儿了？而且二人的道号这样相似，难道他们是师兄弟？刘副组长，有什么事吗？是有新的线索吗？暂时没有线索，苏长。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营救的女子得知是您找到了他们后，想要当面谢谢您的救命之恩。要不是您手段非凡，恐怕他们早就成为了死人。我当是什么事儿呢？不用，我向来做好事不留名。刘副处长，你帮我回绝了他们，心意领了就行。苏队长真的是大好人啊！行，我替你回绝了，有什么线索我会及时告诉你。好。苏晨，你快回来！小姨现在浑身冰冷，她快不行了。什么？子涵别慌，我这就回去。苏晨，你终于回来了！你不在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慌，我回来了，有我在，婉仪不会有事的。现在我刚回来，给我说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突然发作？说实话，当时我们正在吃着东西闲聊，可是突然婉仪姐她感觉不对劲，一下子晕倒在地。我急忙查看，把她背上了床，就急忙给你打过来的电话。竟然这么突然，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苏晨，小姨她怎么样了？是寒症复发，但这次却比之前所见还要强大，必须要小心应对。如果稍有不慎的话，会对婉仪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苏晨，那怎么办？她现在的身体情况很不好，我先用针灸把她身上的寒煞困住。太好了，小姨，终于不用再散发寒气了。先别高兴太早，这还只是暂时的，想要真正稳定下来，必须要找到千年寒竹花来治疗才行。只是我并不知道这药草在哪儿。要是我师父在的话，
他一定知道千年寒竹花在哪里找到。苏晨，我或许知道一些消息，你可以去找一下京城的穆家。穆家可是全国有名的医药大家，资源丰富，人脉广泛的他们一定有关于千年寒竹花的消息。穆家，穆雨嫣，我仙人跳你，就你这样，活该你一辈子单身。看来只能去找他们了。走。苏晨，我们也是有几天没有见面了。上次见面说的那个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儿？我可能有点记不得了。臭男人，非得让我给你再说一遍。穆雨嫣，这样不好吧？这可是在你穆家。有什么不好了？这是我家，还有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上回我还帮你了一次忙。以我们的关系，以后你叫我雨嫣就行。那好吧，雨嫣。这就对了。臭男人，还以为有多难攻略了，看来还可以加大力度。好了，不逗你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应该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雨嫣是这样的，我之前听闻你们穆家是医药大家，应该有不少的渠道。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关于千年寒竹花的消息。哦，你怎么会突然想要找这个了？我的一个朋友，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特殊状况，需要千年寒竹花来调理身体。我也是不知道这花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特意来找你问问情况。千年寒竹花这东西确实格外稀有，但我们穆家的确知道相关消息。哦，在哪儿？先别着急，问你一个问题，在你心里，你真的不喜欢我吗？雨嫣，你的确很美，而且我也很喜欢。就是那1个亿。好了，不逗你，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关于千年寒竹花，我穆家的确知道在哪儿，只是这花并不在其他地方，而在武道协会大赛。什么是武道协会大赛？武道协会是尹氏家族与世俗武道强者共同组建的官方机构，核心作用是规范武道秩序，平衡资源分配，为避免尹氏势力内斗波及世俗。而武道大会每3年举办一次，由各大尹氏家族轮流承办。千年寒竹花正是本次大会的奖励。原来还有这种说法，是我孤陋寡闻了。爷爷，你怎么出来了？傻姑娘，要不是有人跟我说你的朋友来了，我都还不知道云游道人的高徒来了我们穆家，真的是让我们蓬荜生辉。穆老先生，难道您认识我师父？也只是碰巧听过一些东西。早些年，要不是云游道人的馈赠，恐怕也没有现在穆家的成就。原来我们之间还有这般关系。对了，穆老先生，刚才您说的那个武道协会还有武道大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苏小友，其实这个世界是有许多尹氏家族的。我们穆家能够知道这些消息，也是因为云游道人的缘故，才成为尹氏家族。苏小友，这个圈子相当复杂，高手云集，危机四伏。若你真的非常需要那千年寒竹花的话，我穆家愿意倾尽所有帮助你得到。爷爷，你这样行吗？我们穆家可没有武道高手啊。怎么不行？难道我们就不能请人吗？我们穆家有的是钱，况且这可是为云游道人的高徒帮忙，要是帮不上，我可是要被那些老朋友们给看扁的呀。穆老先生，其实不用那么麻烦，我也有办法。哦，难道苏小友也认识武道高手？不，是我要参赛。苏晨，你真的要以个人的名义参赛吗？没错，对于武道大赛的冠军，我有信心。苏小友，武道大会可不是世俗的那些格斗比赛能比的，里面关系错综复杂，高手云集，其中不乏一些通缉犯，去了的话，稍有不慎是真的会死人的。你真的有信心吗？你真的不怕吗？我有我的打算。况且我的实力，语言你还不知道吗？爷爷，你不用再劝苏晨了，
之前我见识过他的实力，我相信他。原来如此，不愧是云游道人的高徒。罢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老头子我再劝，那就是不对了。最近武道大会即将开赛，我来帮你报名，怎么样，苏小友？那就谢谢穆老先生了。苏晨，你看，这里好多人，他们都是来参加武道大会的吗？有的是，有的不是。有的隐士家族来参赛，一是想要获取更多资源，二是想看看有什么优秀的人员收服进行投资。苏晨，你有信心吗？有，相信我。虽然他们看起来都很强，但对于我而言，还不够强。真是会说大话，苏晨，你就不怕咬了自己舌头？苏晨，几日不见，居然还敢出现在这种场合，一个没背景、没传承的普通人，也配来参加武道大会？我看你是来丢人现眼的吧？傅少坤，你怎么会在这儿？子涵，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你还是那么的美丽动人。我怎么来这儿？当然也是为了那千年寒雏花，那可是有价无市的仙草，我就算是给谁也不会给他。但如果是你的话，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跪地求我，并且嫁给我的话，我说不定就会把这千年寒桐花让给你。傅少坤，你还是不长记性。之前给你那一针你是忘了，不过看你现在的样子，恐怕当太监的感觉不好受吧？苏晨这个王八蛋，当初要不是他，我也不至于这几天当了太监。要不是傅家请人帮忙，我差点成了废物。这次既然你敢来，我就要让你死在武道大会上，这样林子涵就是我的了。苏晨，你别得意，这次武道大会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可是高手云集，有着顶级武道高手坐镇，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劝你死了这条心。我这次可是请了顶级的武道高手，他可是曾经跟猛虎对阵并且击杀的高手。放心吧，老板，我一定会让这个家伙走不下台子。傅少坤，管好你自己吧。比起我，你还是看看你的小老弟吧，说不定没过多久就又变成废物了。苏晨，我记住了，上了擂台，我让你好看。走。各位来宾，各位参加武道大会的选手，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武道大会。本次比赛公正公开，此次武道大会的冠军奖品正是千年寒虫花。这千年寒中花世间罕见，功效非凡，有着改天换命的奇效，既能让人起死回生，又能让人改变资质，可谓是当世奇宝。只要获得冠军，就可以获得此物。这就是千年寒竹花，果然奇特，这下小姨有救了。千年寒竹花还有这种功效，苏晨，我绝对不会让你获得这个宝物的。那么，开始第一场比赛，由代表个人的苏晨和刘家高手刘楠对决。刘楠，是那个刘疯子吗？他可是前几年的武道冠军，没想到刘家竟然把他给放出来了。看来刘家这千年寒竹花志在必得，这个苏晨趁早认输算了。苏晨，这可是武道冠军，何必长得不痛快呢？刘楠的实力我可是知道的。苏晨，如果你想要活命，就趁早认输。苏晨，你真的有信心吗？雨嫣，放心吧，交给我，我一定会赢。那么，比赛开始。小子，我看你这么年轻就上来找死，真不知道你家里人是怎么想的。实在不行，只要你认输，我就饶你一条命。废话那么多，看来你的实力也挺一般啊！你找死！什么？
么？刘楠竟然输了？这不可能！你这拳法从哪里学的？师承于谁？我这拳法是跟我师父学的。至于我师父，他叫云游道人。你竟然是云游道人的徒弟，难怪刚才的拳法如此的眼熟。输给你，我心服口服。苏晨竟然是云游道人的徒弟，这怎么可能？这个是传说中的陆地神仙。陆地神仙，你没听到刘楠说的？怎么可能？他竟然是云游道人的徒弟！苏晨，恭喜你赢了。苏晨，你没受伤吧？没事儿，我一点伤都没有。那个刘楠实力还行，没有伤到我。对了，话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震惊我是云游道人的徒弟呢？苏晨，这里面有着许多缘由。当年你师父云游道人云游天下，不少的家族都受到过他的恩惠，久而久之就传来了名讳。只是他们都没想到，云游道人竟然收了徒弟，这可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缘。那么说，还是挺幸运的。现在该怎么办？那个苏晨真的是个麻烦。说得对，我们得想个办法，不能让苏晨继续赢下去了。诸位，我们聚在一起不是来吵架的，而是想办法阻止苏晨成为冠军，拿到千年寒虫草。苏晨是个顶级大麻烦，我之前3番5次给他找麻烦，都被他给化解了。傅少，你这才带来的那个李少兵是个高手，听说他之前可是见过血的。那是，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把他从监狱里请出来了，为的就是给苏晨找不痛快。只是这样真的可以吗？他之前可是几招内就解决了刘家的刘楠，他可是个武道冠军。那又怎么样了？哪怕他再强，他也是个人，只要我们给他使点绊子，他就没有办法。别忘了，我们可是武道大会的承办商。对了，我们可以暗箱操作，不断消耗他的体力，让他一直打，这样他就必败无疑。按照你这么说，那场比赛到底谁家出手比较好？我来，正好，我也跟苏晨有一笔账要算。那就按傅少说的办。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这里有一枚暴血丹，吃了后可以快速增长战斗力。好，谢谢李家主的好意，我一定会要苏晨死在擂台上。诸位别忘了一件事，苏晨还有一个棘手的身份，那就是云游道人的徒弟。谁知道他有没有后手？要是失败了怎么办？这就不需要宋家家主操心了，这个自有人出手的。谁规定只有他有后手？我们没有。这位是云梦道人，到时候他会出手，定让他有来无回。苏晨，你是最强的，把他们全都干掉！苏晨，我要为你生孩子！苏晨，看来你竟然有这么多粉丝，真是强啊！哪有，只是他们看到了我强大的身姿。苏晨，你现在的体力还撑得住吗？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加凶险。放心，交给我，我一定会拿下冠军，把千年寒竹花带回去的。苏晨，我看了看接下来的赛事，你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傅少坤的打手李少兵，他可是个狠角色，我怕他们会在台上搞小动作。苏晨，你一定要小心。放心，我会注意的。下面由苏晨选手对战傅家选手李少兵，请双方准备。苏晨是吧？你让傅少丢了脸，傅少给我花了大价钱，要你死在台上，你可别那么容易死啊！我还要好好的虐你呢。说话大言不惭，小心你跟你家主子一样成了太监。你就洗干净脖子，受死吧！比赛开始。
你这个泥鳅，你就只会躲吗？可恶啊！这气息不对。什么？比赛结束，胜者苏晨！耶！傅少，对不起，我输了，他实在是太强了。废物，你就这么输了？甚至伤到都没伤到他，我花了大价钱，要你有什么用？傅少，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苏晨，不要觉得你赢了刘楠还有李少斌，你就觉得自己是武道大赛的冠军，还有更加强大的对手在等着你。那就让他们放马过来，要打就正大光明的打，别搞这偷鸡摸狗的丢人事情。苏晨，咱们走着瞧。选手苏晨晋升决赛，下一场比赛将决定最终胜负。苏晨，你太棒了，恭喜你赢了，这样离冠军又近了一步。苏晨，之前你给我说的那个人的情况我看了，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留意的。谢谢你，雨嫣，有了你们的帮助，我能更有信心了。对了，苏晨，接下来的敌人可不简单，对方实力超群，但却没有任何记录，是个高手，你要小心。放心，我会的。为什么感觉不对劲？总感觉这对眼睛在哪见过？难道……比赛开始！没想到你竟然出现在这儿，云梦道人！没想到你竟然出现在这里，云梦道人。难怪我之前一直找不到你的踪迹。哼哼，你这小娃娃的洞察力倒是敏锐，不错。我就是云梦道人。什么？他竟然是云梦道人，那个强大无比的杀人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不行，我要离开这里！云梦道人，你是我师父的师弟，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变得更强。不想死，我要活下去，我要比那个师兄更强。凭什么他受人敬仰，而我要在他的影子里活着？我不服！为了活下去，我杀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变得年轻，还找他算账。既然你这个徒弟先出来了，那我就先拿你开刀。苏晨，你一定要赢啊！为什么你会这个？我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身体是由无数人的亡魂下接，才借尸还魂的。我猜测，这具身体一定和你契合度不够。没想到你竟然看出了这一点，我不甘心啊！我不甘心！胜者苏晨。不能再等了，我要把张婉仪救回来。输了，彻底输了，我竟然彻底输给了苏晨，为什么会这样？傅少看，原来你竟然勾结其他家族的人，对苏晨暗箱操作，真的给你们傅家丢尽了脸面。我还没有输，你在说谎，我没有跟其他家族的人勾结。傅少坤，别自欺欺人，这些都是证据。傅少坤，你涉嫌暗地操纵赛事，
违规使用药物，与恶人云梦道人勾结，新账旧账一起算。你跟我们走一趟吧。雨嫣，快去找苏小友啊！这种场合交给我就行，你快去忙你的。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竟然又恶化了。不过没关系，有了这千年寒竹草，我一定会救回你的。苏晨，小姨她怎么样了？已经没事了，很快就会醒来。苏晨，真的是太谢谢你。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乖徒儿，恭喜你获得了武道大赛的冠军，真是了不起，帮了我一个大忙。现在你已经有资格知道那个秘密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师傅，你到底去哪里了？你就不用操心了。你现在要关心的是你的小女朋友们。她醒了。苏晨，谢谢你。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是啊，一家人，那就做一些一家人的事情喽。